城巴71號線經博浩林同西營盤前往中環林士街，祝旅途愉快。Welcome City Bus Route 71 towards Central from the street, far from Milan and San Thank you and enjoy the journey. 欢迎乘坐乘搭第71路经国捷轮和西营盘前往中环林士街，祝您旅途愉快。下一站南朗山道。Next stop, Lane Longshan Road, Street Market. 下一站南朗山道熟食市场。下一站南朗山道黃竹坑商貿區。Next stop, Lane Longshan Road, One Japan Area. 下一站南朗山道黃竹坑商貿區。对一个解释，就它可能没有太多的数学体的保障，但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数量去考虑。我其实会更从理论的角度去方法。我们是可能电他们就算很高了，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如果要看要会看好会不会做，但是好像没有那么重，就是大家会报 report 这种会很大，但是就是不是很漂亮。下一站正陽工廠大廈。下一站正陽工廠大廈。下一站油港區香港體舞台及藝術中心。Next stop, Ocean Court, above Community. 下一站運港區香港打網球及壁球中心。他们数据电量都在的电量，对，就是3个位置，对我们可以整体我的一体他们在3个independent run都在，对，他们都在，就没有3个位置都没有缺失，就之前是只留了，就只让它有一个位置。它这个主要是会影响你的当时去那种，如果它是有一个落实性的，但是它的那个有那个花呀，然后跟那个葡萄那种还有一起的什么。下一站香港體海濱公園。但是它的训练的量模型训練，下一站香港仔海濱公園。我也那其實沒有提供，但它老會讓這個imputation 但是那你这个当成了一个你要怎么去？它就是这个人，它就是那一套方法，它就会自带的。但是我不知道它 OK， 就是我也不懂那个原理，我也对我知道那个东西，它可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啊。反正我们到时候谁在，那他这样子之后呢，他就说是比较600，改成小不点，对，理解他需要88、82、88。下一站香港仔電
站 Next stop Aberdeen Wholesale Fish Market。下一站香港岛鱼类批发市场。快学的会快，从我到老师还是很惬意。即係我仲係嗰個。所以我哋講到咩？下一站時裝街 Next stop 元朗市。下一站田安街。可以再去探索。时间效率还是挺高的。但是也不错，你能用 AI， 我觉得这也是。我虽然没有很全面的知识，但是还是有一点知识。GPT 我觉得它已经远超我了。如果让我去管理客户，我估计也很头大，从零到一，对吧？但我没有想到就是这个确实不属于。如果是这个的话，我真的也要学习。一开始下一站华飞道 Next stop Walking Way。下一站鹤富道。Please buckle up. Seatbelt is provided. 座位上如果已经安装安全带，请系扣上，以保安全。乘客喺車廂站立以及行走嘅時候，請緊握扶手，確保安全。For your own safety,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while standing or moving in the bus compartment. 乘客在車廂站立及行走時，請緊握扶手。下一站進入表現道之中號 Next stop 雲城屯 Memorial Coach No. 2。下一站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给你的一部分分享。然后90这波92，93C 对，他会这样，所以有一半。他这个 step 是你可以给他规定好几个，我在最开始的时候，step by step，我跟他说了我需要太长，到后面那个界面就所以我就1、2、3、4。还有那个的话，就是让我每次交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他前面的人还是
我就晚上走路之后，对，会让它贴身放。会先把这种它最后做的这一步结也是摸索它，摸索它，因为会它拉一个把一个到这样，把它讲的不是那么好。来看这样的话，咱们有一个讲的说，所以有些东西的记忆它就丢失了。但我觉得就跟摄像的它那个啥一样的，就其实中间这3部还是4部他就是一直在找以前的记忆，他就把本地的好多东西好。那根本在1、3只找到找到我拿这个4部的时候，就已经形成这一套，就把它最后的这写个那样，最后这一部书的家来讲，然后会一起看，一看它整体的下边，然后同时我会让他把这个我会把这个结果也放进去，看我才想写，所以那是一个下一站發源村即捷奔面告北海嶺大樓 Next stop Milan Village ETC Great Fulham Complex. 下一站羅湖林村職業訓練局羅湖林大樓。他之前我把他会想把所有东西告诉你，然后再写个好，我觉得太长了。那个人家就写了个文字，对，我因为你裝咗 PPT 喺度，這個電腦佢個玩法咯，你把前面的所有都要做，比較細碎的話，對，即係唔係天字，即係你嗰個差唔多，即係話你拆咗呢份就唔係啊，拆咗啦。為免影響車長及其他乘客，請將手提電話流動裝置調校至靜音模式，保持車廂環境寧靜。多謝合作。Please consider the bus captain and other passengers. Please switch your mobile phone or device to silent mode to maintain a quiet environment in the compartment. Thank you. 为免影响车长及其他乘客，请把手机或流动装置调校至静音模式，保持车厢环境宁静。谢谢合作。下一站北海嶺水頭道 Next stop Milan Reservoir Road。下一站羅湖林水城道。感觉时间不学就落后了。下一站嘉雲閣 Next stop 湖北庫。下一站嘉林澤。下一站金光學校 Next stop The Music School。下一站金光學校。后面的地方就是后面的，我也可以用我的这个去看博主，反正我觉得看的人也可以。看完这个，还有这个这个还有哈。是这个，因为别人看那个嘛，不是说
对，是判断。但是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主要是他那个一些之前挺好的。以前在教育里大家都很靠的这个别的学科，大家平常怎么练，他就会分享。下一站，阿里医院 Rich Store， 第一路。下一站，马甸医院。对。现在的这些不是我纯粹是就是他后台跑什么最好的在跑，就是他那个有后台开机器的后台。就是放在你本错的里面。对，因为他是做那个 model 运算什么，看一下本人。他应该还是有点云里雾里的。对，有点云里雾里，但是我觉得他说好厉害，然后我现在跟他们一起就是十倍的。上一下就是在香港一个人站起。下一站，北部環路墳場小名店 Rich Store 去Railway Cemetery 看面之後，下一站和平林大廣場林市。就是在国外，我觉得是按照现在的女孩，我可能觉得，对，国外他们都很愿意付费这种，学费学的，大概也有一些。下一站，東京兩道 Rich Store 向 Davis Road， 下一站，老虎魚塘。在那个300多。下一站，富龍苑 Rich Store 富龍座店，下一站，富永苑。下一站，河飛路 Rich Store 去區域路，下一站，河飛路。干净的节点去这样看了一下，就是它的 VPN 的原理就是把你的现在发送请求到的服务器上。下一站，可江夫人街寶記苑 Rich Store 推住 Coastal Hill The Birches
下一站河东夫人堂保护园。如果要更干净，就是需要自己的花式买一个不知道多少钱的然后干净的个人计划然后他就把我们发送器转到了个人计划美国的一个小房间，在草坪的这种可能放置的然后我为啥想做这个长大的话，好像跟咱们没事。下一站香港大學發修聯校園，香港大學站。Next stop, HKU Centennial Campus, HKU Station. 下一站香港大學100周年校園，香港大學站。他可能也是一套模型去理解一些就是那个在安全区，那你不必在哪？下一站中市第反學中學中市之後，下一站盛世體育堂中學。
经济。
下一站东环凝视街。我哋已經到咗終點站，落車時請緊別攜帶你嘅隨身物品，多謝選擇乘搭高班。We have arrived in terminus. Please make sure all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re with you when arriving. Thank you for traveling with City Bus. See you. 我們已經到達終點站，下車時請仔細攜帶您的隨身物品，謝謝選乘乘搭，再見。